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件關乎我哋每一個人血管健康嘅大件事。好多人平時去醫院抽血檢查，一見到自己個膽固醇抽標，先月面第一時間諗到嘅，通常都係，哎呀，肯定係因為我之前食得太多沙、蛇、生蠔或者捕魚呢啲海鮮啦，又或者覺得自己喝得太多蛋黃，於是大家就開始戒口，乜嘢海鮮都胡揀喝，甚至連雞蛋都胡揀吞一支。但係胡知大家有冇發現，好多人明明已精致海鮮至到個人都就嚟清修咁治，點知過咗幾個月再去驗血，個膽固醇指數依然係居高不下，甚至不降反升。其實呢個正正就係我哋日常生活中最大嘅健康誤區。科學研究同醫學界一早已經證實咗，我哋人體血面嘅膽固醇其實有大約70%到80%都係由我哋自己嘅肝臟合成出嚟嘅。真正直接由野實血面吸收嘅膽固醇，其實只係佔咗20%到30%左右。所以戶口再將所有責任都推晒俾海鮮啦。真正引爆你體內膽固醇，令到你血管慢慢衰細嘅，往往係那些現藏喺我哋身邊、神不知鬼不覺嘅現成殺手。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次過盤點10個最恐怖嘅膽固醇現成殺手，而最令人震驚嘅係，排喺第一位嗰樣嘢，竟然係好多人日日朝早都要試，甚至當成健康早餐嘅食物。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都有食緊，真係要即刻聽清楚，戶口債慢性自殺啦。首先，我哋由第10位開始講起，呢個第10位就係好多人放工之後或者放假追劇時最中意食嘅洋芋片同埋各種油炸零食。好多人會話洋芋片是薯仔做嘅，薯仔是植物，點會有膽固醇啊？冇錯，植物本身確實係零膽固醇，但問題就出喺佢哋嘅烹調同埋加工過程越面。呢啲零食為咗追求香脆嘅口感同埋延長保質期，通常都會用一啲廉價嘅飽和脂肪酸極高嘅植物油，甚至係氫化植物油嚟進行高溫生炸。當你一片接一片咁食落肚嘅時候，呢啲高濃度嘅飽和脂肪就會瘋狂刺激你嘅肝臟，令到你嘅肝臟開足馬力，合成出大量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亦即係我哋俗稱嘅壞膽固醇。呢啲壞膽固醇一旦過多，就會喺你嘅血管壁上面沉積，慢慢形成遭陽型化斑塊。所以雖然你食嘅好似係素食，但實際上佢對血管嘅破壞力比你食幾隻沙仲要大得多。跟住落嚟第9位係好多上班族或者後生仔女每月都要飲嘅特調首要飲品，特別係揸越咗奶精、奶界嘅奶茶或者咖啡。好多人覺得我都冇豉油，只係飲杯嘢啫，點會影響膽固醇？其實市面上好多奶茶裏面加嘅奶精，品質上並唔係牛奶，而係植脂末。呢啲植脂末含有好高嘅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係世界上最糟糕嘅脂肪。佢唔單止會令你身體裏面嘅壞膽固醇質含飆升，最惡劣嘅係佢仲會同時降低你體內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亦即係對血管有保護作用嘅好膽固醇。一升一降之間，你個血管承受嘅壓力就會成倍增加。你以為你飲緊嘅係治癒心靈嘅甜品，但對你嘅肝臟動脈嚟講，佢其實係一劑慢性毒藥。第8位，可能好多重視養生嘅朋友會覺得意外，那就是市面上包裝的非常精美的各式植物奶油蛋糕同埋中式酥餅。好多人去麵包店見到寫住純植物油自助或者植物奶油，就以為呢啲比動物奶油更健康，這真是一個天大嘅謊言。植物油喺正常狀態下係液體，為咗要令佢變成可以做蛋糕、做酥皮嘅固體脂肪，工業上就會進行氫化程序。呢個程序會產生大量嘅反式脂肪，無論係老婆餅、蛋黃酥嗰種一層層酥到掉渣嘅white皮，定係生月蛋糕上面越口即化嘅假奶油，越面都塞滿咗呢啲反式脂肪。佢哋進入人體之後，代謝速度極之緩慢，會令到血液變得粘稠，增加血栓成層嘅風險。再嚟到第7位，就係大家行超級市場最中意買嚟擺喺雪櫃備用嘅加工油類，好似火腿、煙油、香腸同埋午餐油。呢啲食物為咗調味、防腐同埋保持肉質鮮嫩，會加入大量嘅鈉、飽和脂肪，甚至係各種化學添加劑。好多人朝早整3門治，隨手就煎2片煙油或者1條香腸，
你知胡知呢啲加工幼類月麵嘅飽和脂肪比率高得驚人，而且佢哋喺製造過程中經過高溫加工，月麵嘅脂肪已經部分氧化，氧化咗嘅脂肪同膽固醇一旦被我哋食落肚，對血管內皮細胞嘅攻擊性會變得極強，非常容易誘發血管發炎，從而加速動脈粥樣硬化。飼料胃呢個好多老人家特別中意，那就是各式各樣嘅動物內臟，好似豬肝、豬大腸、雞腎等等。雖然依家有啲人會話海鮮嘅膽固醇其實冇想象中咁高，但動物內臟就真係實打實嘅膽固醇大戶。舉個例子，每100克嘅豬大腸或者豬肝、月麵嘅膽固醇含量就已經遠遠超出咗一個成年人每日正常所需嘅上限。更何況動物內臟係動物體內用嚟止毒或者排泄嘅器官，往往亦容易理之較多嘅重金屬同埋飽和脂肪。如果你本身就已經有三高問題，或者年紀開始大，新陳代謝慢咗，仲經常食呢啲供水大腸或者爆炒豬肝，你嘅肝臟根本就負擔唔到咁大量嘅壞原性膽固醇，最後只能夠任由佢哋喺你嘅血液裏面游走，堵塞你嘅微血管同大血管。跟住落嚟第五位係好多人喺冬天或者宵夜時段最難抗拒嘅濃郁嘅老火桑同埋火鍋桑地。喺廣東地方，好多人都有一種觀念，覺得煲湯煲得越耐，相食越白，味道越濃，就代表精華全部喺晒個雙月麵，最補身體。但從現代營養學同醫學嘅角度嚟看，煲到發白嘅雙底，其實全部都係脂肪乳化之後嘅結果。當你將排骨、雞肉或者豬骨擺落去煲幾個鐘頭，由月麵嘅飽和脂肪就會全部溶越去雙水月麵。你飲咗一碗睇落口滋補嘅白桑，實際上等於直急飲咗一碗高濃度嘅飽和脂肪溶液。呢啲脂肪會直接增加肝臟嘅負擔，刺激膽固醇嘅合成。同樣道理，火鍋雙底煮到最後，融化咗無數幼類嘅脂肪，加上反復沸騰，月麵嘅嘌呤同脂肪含量已經高到無法想象，飲一啖都早已令你嘅血脂指標亮起公燈。第四位，相信好多中意食西餐或者快餐嘅朋友都要留意，那就是無處不在嘅精緻醬料，例如沙律醬、千島醬、蛋黃醬。好多人為咗減肥或者追求健康，會選擇食沙律。佢哋切咗一大碗新鮮嘅生菜、青瓜同番茄，覺得呢餐夠晒健康啦。點知為咗調味，隨手就倒咗2大生匙嘅沙律醬落去。大家要清醒一下，沙律醬嘅主要成分其實超過70%都係植物油，再加上蛋黃同糖長利攪拌乳化而成。你以為自己食緊蔬菜，其實你計用蔬菜當成載體，將大量個油脂直急送血道。呢啲精緻醬料熱量極高，而且含有大量嘅飽和脂肪同糖分，會迅速轉化成3酸甘油酯，進而干擾體內膽固醇嘅正常代謝。第三位，可能好多人都會忽略，那就是我們日常烹調時用錯咗嘅油，特別是長期只是用豬油、椰子油或者棕櫚油。近年有一種復古嘅飲食風潮，話祖先食咗幾千年豬油都冇事，所以豬油比植物油更健康，又或者宣揚椰子油係神油，可以減肥治百病。但從臨床醫學嘅數據嚟睇，豬油同椰子油月麵嘅飽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飽和脂肪酸最大嘅壞處就是會抑制我們肝臟細胞表面嘅低密度脂蛋白受體活性。當呢個受體嘅活性被抑制咗，肝臟就沒辦法有效地將血液月面嘅壞膽固醇回收並清除，導致呢啲壞膽固醇喺血管月面不斷累積。所以如果你煮魚嘅時候盲目追求香氣，長期大量使用呢啲固體加飽和脂肪油，你嘅血管想活塞都幾難。第二位，呢個殺手非常應秘，而且力量驚人，那就是精製糖分同埋高碳水化合物食物，例如白糖、糕點、白麵包、白米飯，甚至係果汁。好多人會覺得奇怪，糖同膽固醇有乜嘢關係？糖又不是脂肪，呢個就係好多人嘅知識盲區。當我們攝入過多嘅精製糖或者高碳水化合物時，身體一時之間用唔晒咁多能量，血糖就會急速上升。為咗降低血糖，胰島素就會大量分泌，而高水平嘅胰島素會直接激活肝臟月面合成膽固醇嘅關鍵酶。換句話說，你食落肚嘅糖雖然本身無含膽固醇，但佢會喺身體月面化身成為指揮官，命令你嘅肝臟、胃同我揸班趕工，
合成更多嘅膽固醇。而且過多嘅糖分仲會同血管壁嘅膠原蛋白結合，演化糖化反應，令到血管變得脆弱，容易發炎。咁樣壞膽固醇就更加容易黏附喺上面，形成血栓。好啦，終於要知曉排喺第一位，最恐怖、最多人日日當早餐食嘅膽固醇印成殺手，呢樣嘢就係泰式素飯團、港式油炸鬼屁白粥，或者西式嘅牛角包、菠蘿油。你可能會話呢啲胡同風格嘅早餐，點解可以擺喺一齊講？因為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致命特點，那就是高精緻碳水化合物加客劣質油脂嘅雙重炸彈。我哋拿好多人周早貪方便買嘅牛角包或者菠蘿油嚟做例子，一個香脆誘人嘅牛角包，為咗做出嗰種酥脆、層次分明嘅口感，喺製作嘅過程中，需要將麵粉同大量嘅酥油或者植物奶油不斷重疊、摺疊。當你有樂趣第一口，覺得外脆內軟、充滿油香嘅時候，你其實係同時將大量嘅反式脂肪同埋精緻碳水化合物一齊吞落肚。同樣道理，好多人覺得朝早食得清淡啲，不如飲碗白粥，配條油炸鬼啦。油炸鬼係用反復高溫加熱嘅老油炸出嚟嘅，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都爆棚，而白粥煮到微爛，升糖指數極高，轉入身體之後迅速化為糖分。當呢種高糖渣膠惡劣脂肪嘅組合喺朝早2個鐘頭之內進入你空腹嘅胃部，你身體裏面嘅血糖會瞬間飆升，胰島素瘋狂分泌。正如我頭先所講，高胰島素會直接刺激肝臟瘋狂製造壞膽固醇。與此同時，那些隨同早餐一齊閱讀嘅反式脂肪同飽和脂肪，又會全面阻礙肝臟回收膽固醇嘅功能。那種雙管齊下嘅打擊，會令到你體內嘅膽固醇水平喺朝早一開波就處於失控狀態。好多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咁樣是，由20幾歲時到是50歲、30年、40年來天天如是。你嘅血管內壁就在這個眾日積月累嘅高血糖、高血脂環境下，不斷受到慢性發炎嘅折磨。血管壁越來越厚，管腔越來越窄，最後可能因為一次情緒激動或者天氣變冷，血管就徹底塞晒，引發急性心肌梗塞或者腦中風。講到呢度，大家應該明白點解以為盲目處借蟹，鮮係無止如是。因為真正出問題嘅係我哋整體嘅飲食結構同埋生活習慣。自然知道咗呢10個隱形殺手，我哋又應該點樣去保護我哋嘅血管，真正做到科學清血管，預防慢性病呢？首先，我們要學識點樣去選擇正確嘅脂肪。我哋唔需要完全不吃油，因為人體各個器官嘅運作、荷爾蒙嘅分泌都需要脂肪嘅參與。但我們要將那些劣質嘅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替換成優質嘅不飽和脂肪酸。例如，平時煮魚可以多用橄欖油、芥蛙籽油或者酪梨油，呢啲植物油裏面含有豐富嘅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研究證實，佢哋有助於降低血液裏面嘅壞膽固醇，同時維持好膽固醇嘅水平。此外，每星期可以安排2到3次富含脂肪嘅深海魚類，例如三文魚、青魚或者沙丁魚。呢啲魚類裏面含有豐富嘅奧米加3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它是天然嘅血管清道夫，能夠有效抑制血小板凝脂，降低血液粘稠度，減少血管發炎。第二，要大量增加膳食纖維嘅攝入。膳食纖維，特別係水溶性膳食纖維，喺我們嘅腸道裏面扮演咗一個非常奇妙嘅角色。當我們食越含有水溶性膳食纖維嘅食物，例如燕麥、大麥、豆類、木芽、超葵或者各種新鮮蔬菜時，呢啲纖維會喺腸道裏面形成一種凝膠狀嘅物質。呢種物質就像一個強力磁鐵一樣，能夠喺腸道裏面吸附膽汁酸。膽汁酸其實係肝臟利用體內嘅膽固醇製造出來，用嚟幫助消化脂肪嘅。當膽汁酸被膳食纖維吸附並排出體外之後，肝臟為了要製造新嘅膽汁酸，總共生就必須被迫從血液裏面抽掉現層嘅膽固醇過嚟用。咁樣一來，血液裏面嘅膽固醇水平自然就會降落嚟。所以每日食足夠嘅蔬菜同埋用粗糧代替部分精緻白米麵，係最天然、最無副作用嘅降膽固醇方法。第三，一定要嚴格控制糖分嘅攝入。大家處買包裝食物嘅時候，一定要養成睇營養標籤嘅習慣。如果成分表上面排在前幾位嘅係蔗糖、果糖、高果糖漿或者麥芽糖，
咁樣呢樣實務就要盡量少攝，減少精製糖嘅攝入，就能夠穩定我們嘅血糖同胰島素水平，從源頭上切斷肝臟過度合成膽固醇嘅信號，同時減少糖分亦能保護血管嘅內皮細胞免受糖化損傷，讓壞膽固醇沒有可乘之機。最後要保持適量嘅運動，運動雖然對直接降低壞膽固醇嘅效果可能有限，但它有一個非常顯著嘅好處，就是能夠有效提升我們體內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亦即係好膽固醇嘅水平。好膽固醇就像是血管隅面嘅清潔工人，佢會主動將那些游離喺血管壁準備果破壞嘅壞膽固醇收集起來，然後運送返去肝臟進行代謝同清除。每星期進行1-200分鐘嘅中等長度有氧運動，例如快行、慢跑、游水或者踩單車，就能夠大大提升你體內這個清潔團隊嘅工作效率。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血管的堵塞也不是一天之內造成的。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之後，能夠真正認清這些隱藏在生活細節裏面嘅膽固醇殺手，調整好自己同屋企人嘅早餐同日常飲食，戶口債盲目怪罪喺線。從今日開始，避開精製糖，腳反食脂肪，多食蔬菜同好油，一齊用科學嘅方法守護我們嘅血管健康。多謝大家。